经过一年的整修，对昨开始超过120年历史的基隆灯塔对外开放，那会当参观，也有手机 App 和民众互动了解灯塔。那这交通部航港局是希望透过基隆灯塔串联基隆港附近景点，建造完整的港边旅游路线。 白色的灯塔徛伫基隆港的原点，以早为讨海人指引方向。即马经过一年的整修，基隆灯塔车闸对外开放。基隆灯塔起伫1900年，超过102年的历史，会当看到规个基隆港的风景。即开放就请在地人来参观。进前这其实无开放的时阵，我无捌来过，只是讲拢杂草丛生呐。 啊，即马用甲足水的，变做连顶悬哦，嘛用甲真水，所以其实徛喺顶悬了，你居高临下，迄个视野哦，那个很舒服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灯塔职人阿手，欢迎来到基隆灯塔，这座全国最繁忙的灯塔。用手机 App 扫园区内的图，就通以虚拟人物这款互动方式了解基隆灯塔的故事，也通知影附近又有啥物景点。即马基隆灯塔也参附近的景点串联，加做一个完整的旅游路线。我们基隆灯塔从111年年底开始修缮，因为期间有发现一些相关遗址，因为要保留遗址，发现遗址是日据时代旧的灯塔建物的相关遗址，所以延期了开放。开放目的是为了串联西岸、基隆港西岸各个景观，如秋子山灯塔、白米瓮炮台。虽然灯塔开放参观，不过因为注定室内底较矮，加上也有协助船只出入的任务，所以这部分无对外开放。 台湾正做一个海岛国家，交通部航港局这几年大力推广灯塔的历史，互民众了解讨海文化。现主时基隆灯塔就是全台第22座对外开放参观的灯塔。记者郭文婷随基隆报道。